A 家庭团体来进票。哦，大同国小，行师团，甲何国民的，伫咱领队关湘玲校长、关湘玲校长，还有咱的徐志贤老师、叶云兰老师，以及管理何丽丽老师，大家共同努力甲辛苦之下，伫咱1996年的来成立1996年成立，咱民国85年，成立到即摆，已经有15、6张以上的这个历史，会使讲是非常有传统，非常资深的这个学校的艺名社团，咱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因的精彩表演。咱东区大同国小行师团花鼓镇平常时就来参与社区各项的活动，咱开篇舞的表演，以及学校各项活动的演出，比如讲后壁运动会等等，时常得到咱主会来主会嘉宾的赞赏，今年的自从去年自从8月初到即摆，一直邀请参加5场的公开表演活动，分别是咱大同国小学生的入学典礼，以及咱大文理的艺术队，以及咱国际师仔会的入关分校领导班的仪式，以及咱大福利中秋联欢晚会，以及咱嘉南耀林大学的开幕典礼等等，会使讲是咱非常受到欢迎、热烈肯定的一个表演团体。咱行师团甲花鼓镇今仔日表演的节目叫做欢喜鼓舞，会使讲是非常这个节气、这个气氛的一个表演活动。人山会使讲是中国建庆祭典中时常看到的表演项目。而这人山呢，不但咱趋吉避凶，对咱六方安祥、六方降祥，师仔的喜怒哀乐，拢得爱照着这个人师者，这个礼拜的艺术来入过人的体力来表现。小朋友给你人师哦，人咱今仔日感冒仔在两日全场的这个全国艺术文化节，全国艺术文化节。是为着要来庆贺咱华东大天府迎新年平安7条清朝大典，由咱台南市王俊杰文化协会来主办，由咱所处金湖宫来敬献，要来敬献，互咱华东大天府来庆赞咱迎新年平安7条清朝的这个建朝大典。
国全台南市这个国中国小的这个学校艺术团体，虽然即摆咱打第3、4个节目，打第3节目，个人才看会出来，互咱非常的欢喜的，就是讲咱这个学校团体，我咱遮尔热烈来传承咱的艺术文化，这个首先要来感谢咱台南市政府，教育局。社会教育科，大咱来辅导，咱今日有这个表演的，是咱教育局社会教育科替咱安排指导，咱要来非常感谢咱社会教育科林科长，以及陈小姐对咱这次活动的帮忙，咱林科长来到现场，请林科长继续大家热情手的，大家感谢一下。咱全大台南市国中小甲学校的艺术团体百几人，拢是咱林科长的，甲陈小姐，这个人非常辛苦，咱辅导，到今仔日的这种成就，到今这种成就，会使讲是咱台南市的这个艺术的全台湾独一无二，有这么好的成就，咱也非常来感谢咱这个长官的辅导，到今仔日的帮忙，非常感谢。精神，真正精彩表演的，会使讲是咱外道大铁路，咱出桥伊咱穿着内底上最好的服咧，上最好的服咧。非常感谢咱们精彩的演出。